相信一说到蒙古队呢，大家都会想到他们的优势项目摔跤，而让这个来自马背上的民族拿起小小的乒乓球拍打乒乓球，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？接下来我们就去东亚运动会的乒乓球赛场上去看一看。走在中国队后面的就是蒙古乒乓球队，这几个小伙子7个不服8个不忿的架势，还真和来参加摔跤比赛没什么两样。只是这种气势一到了比赛正式开始就被打没了。和中国队交手，他们基本上打不过2、3个来回，有时甚至连发球都过不了网。看着队友的表现，想着自己的命运，蒙古小伙子们眼皮都耷了下来。不一会儿，蒙古队的第一单打，也是队里最高的球员就被郝帅灌了个0比3败下阵来。不过对于这个结果，谁也没有感到意外。因为大家都清楚，接下来的2场也肯定是这样的比分。蒙古男队是这样，女队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也是上3个输3场。就连平时打球最墨迹的福原爱，也在蒙古小姑娘身上找到了速胜的感觉。日本队只用了40分钟就打完了这第3轮的比赛，就连每场都要用的技术分析摄像机也没有从包里拿出来。但如果是对待别的队，这种情况是绝对不会发生的。而说到技术分析，蒙古队连一个最基本的摄影设备都没准备，只是队员偶尔拿出手机来拍一下。而记录的东西到底和比赛本身有没有关系，这可也不好说了。其实，蒙古乒乓球队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他们整个国家队一共才16人。这次来参加东亚运动会的男女8名运动员已经是出动了半壁江山，而比赛经费也是自己凑的。这种情况外人听起来是有点惨，但是他们自己却不以为意。我们乒乓球水平当然没有中国那么高，这是事实。也没什么了，我们从朝鲜请了个教练来指导我们，而且我们相信中国也会帮助我们提高。这一块呢，就是东亚运动会乒乓球团体比赛的计分牌。大家可以看到呢，蒙古队每一场比赛都是以0比3告负的。但是相较于那些输1局比赛就会满脸不高兴的强队，这支1局比赛都没有赢过的弱队，每个人脸上还都是乐呵呵的。所以啊，胜负决定高兴与否，这个评判标准在蒙古队身上可是要重新审定了。打球就要打得开心，这个任务蒙古队可是完成的不错。以悬殊的比分输掉比赛后，队员们还1步3回头地看看其他场次的比赛。尽管他们已经无缘半决赛，别人的输赢和他们已经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而刚才被福原爱打得晕头转向的道日金珠小妹妹，还像个忠实的粉丝一样，拉着石川佳纯合影。他7岁就来天津学习打乒乓球，现在已经15岁了。面对媒体是腼腆的一塌糊涂，要记者生拉硬拽才肯说几句。虽然羞涩，但从言语中不难听出他真的很开心。就是为了打乒乓球来到中国的吗？还有学习。为什么会喜欢乒乓球？因为我爸爸打乒乓球是教练。我也没什么偶像，就顺其自然嘛。也没有一个目标吗？没有，暂时没有，以后我估计会有的。